们苗族一不是那样的，他比我好多了，他兰姐吧，我把会相关一下啊。兰姐的话，她是我们的，都是我们苗族的榜样啊。妹妹哦，兰姐告诉我，她话我出走路那个里让我阿哥阿妹的妻儿醉。妹妹，上课的你，上课的你 ，no， 把老师吵啊我。我初中的时候我是疯狂追你啊！我初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刚是你刚开完演唱会那年啊？你怎么不早？12年啊！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，那个时候是没工作的，还在家里头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疯狂追兰姐啊！那个时候是特别喜欢你的那些歌曲。草过红梅草过线，站在山里边。他是你的偶像，我喜欢兰姐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样子。因为我觉得那个好端庄啊，好端庄，就特别女神味。想不到今天我努力了之后，跟你一样，跟兰姐居然还成了姐妹。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倒是不一样，就是你依然还是我们的女神，就是说能够跟你们一起嗨，我觉得。好卡哇伊，我就完了，我就停不下来了。你唱歌跟他一样好，我永远都比不过兰姐的。哪有？我们各有特色啊，各有特色。你非常棒。各有特色，然后以后发展的我们都是相互间学习。啊，那我们第三把我们来个全脸啊。第3把我们来全脸，好吧？冇見過他係咪人不？係咪人一個啊？都難唱歌係。哈羅你就說啦，你一個被畫地圖一等式還被人教那是。天晚上我跟他玩水啊，然後你覺得你的水那些，你對他畫都迷弄。只还能笑，然后他画了一个，然后我画了一个，好，我们这把全脸红啊，来闭麦了，闭麦啊，我们全脸红，然后给大家唱一首歌嘎。妈呀，这个小花音不得了。他们的口才我觉得都非常棒啊，他们的口才都1等1的好，不得了啊，这些小丫头们。我本来是挺淑女的，自从我认识他们以后，被他们帮我搞成淑女不像淑女，什么也不像什么了，形象被他们毁一荡了都。那我给你们大家唱一首花开的时候等你来看我啊，所以你们得赶紧啊，别让人小黄莺那个。网声卡麦，开启全民娱乐新时代。蓝牙已连接。
在是一人乱远的追上，散乱的高度在谁的距离家，找不到哪里的梦都容着，呀的高高的谷，散了我的俘虏。你领我梦中的高呀孤独，孤独起伏，冷的我高在我。谢谢我的榜一，谢谢天蓝，谢谢您的国色天香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！我们还有27秒，他们会不会偷塔？谢谢阿超，谢谢，谢谢我的榜一，你们大家给我的榜一点一下关注，我的榜一是做护肤品的，祛斑美白的。对皮肤特别的好的，你们给我榜一点一下关注，而且呢，它价格也是非常优惠，非常不贵的，它的价格非常适合我们大众所有的女性用啊。如果是你们需要祛斑的，就是皮肤很不好的，你们找一下我的榜一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这局是全连号。对。这不怪姐姐啊，谢谢。三对三那你爱对爱，小河隔着过不你来。等我拿腿后，哦，我的腿后有点。你就足够的棒。谢谢您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尽力了，感谢，没事的。让家人们尽力了啊！非常重要，全连哦！我的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。我这颗漂亮的脸蛋，现在跟你们说拜拜。我这个漂亮的脸蛋，至于它的水罢了，雨也停了，特别的是你里，到处是你瞧。天天我等着你，在这里做里头。可以了。全连后啊！像像黄毛猫一样这样。就这样。我觉得全脸红的比这个好看。我觉得全脸红都比这个好看。大姑娘帮我冲好这脸。小了最大了呀，就这样。